各位鄉親，今日同大家講段古仔。1876年美國大選真係顛過糖濕煲粥，共和黨同民主黨竟然鬥戰㗎，爭住話要踢走中國班金三伯。你估班政客點做勢？喺街頭大喊：中國佬食晒我哋啲薯仔！仲印傳單話華工擔住鐵路枕木，下面寫黃種人要嚟拆白宮。其實嗰陣三藩市每3條街渠就有一條係華工通宵滑。唐人街洗衣鋪潤平晒議員啲禮服，但係白人眼紅華工慳得很，做得很，認為金三伯搶咗佢哋嘅資源，帶嚟美國經濟嘅危機。最陰毒係兩黨齊齊出固話，共和黨話要收騙子稅，民主黨就立法唔准華工賣地。加州仲有紅衫軍半夜燒唐人雜貨鋪，掟華工落礦洞填水泥。你知唔知華工點反擊？有人將計就計，用排華傳單包住燒鵝女食，仲有阿伯專登帶假扁去交稅，袋住稅務官嘅錢大笑，呢啲咪當係利是。結果點？兩黨靠炒起排華情緒搶到白宮寶座，轉頭就過橋抽板。1882年正式出排華法案，金三伯調轉頭就返廣東家鄉起碉樓，用美國學嘅鋼筋技術做出放土匪嘅機關樓。記住啦，歷史嘅選票可以作廢，但唐人街煙風霧嘅炊煙永遠唔會散。鄉親們，留言打金三伯威水5個字，向佢哋敬杯酒。關注我，下期同你分享金三伯拆美國嘅古仔。